总算是等到啦！这个无共款呐，今仔日无共款，今仔日遮济人啊！嘿，我甲你讲啦，第一季的所有选手要来跟第二季的选手要来车拼啦！哎，请拼听起来是真正足恐怖的哦，因为因等足久啊，等有够久的。每一个录影拢有来，拢坐伫边看。你当做因安尼是咧笑，其实无呢。你安尼看，你感觉做一个上紧张。倒一个上紧张哦，安尼看起来应该是文玩节哦。文玩节，我差不多准备错赛了。这内底还有一位参赛者，为着要比赛，一礼拜困袂去。嘿，遐么甲这个同学讲，我歹比啊，我无法度比啊。那呢？倒一位？迄个足够去计算机咧啊。奥森培老师。嘿啊，我们搞比赛，去计算机啦。困无啥去，对啦，困无啥去啊。你拢无困哦？小看，咱某较好困啊，无咱困袂啊。好啦，来邀请咱的评审，第一位是咱的评审长顺哥。哎，即摆咧非同小可。哦，人讲一个练喙花，两个搭喙口。哎，唔通讲一句不三不四，误着大家的修行。爱去落到重点，讲到大家七磕八笑，久久不能自我，实在好笑。哦，实在有厉害啊！好厉害，有神经牌啊！有神经牌。第二位是咱的好评，欢迎。顺哥拄则为1，安尼算到10，安尼我嘛10，他算到7块。好，你7块。这个比赛就伫咧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下面就要开始喽。好，来第三位评审，这位评审凭良心讲，足缘投的。缘投？嘿，会使讲缘投到算是号角响起内底第2缘投的啦。哦，安尼啊！做伙啦，欢迎阿雄啊啦！欢迎。第2缘投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今仔日是咱第一季甲第2季的这参赛者要来这大车拼，所以今仔日呢，我来到这就是要来帮大家加油一下。耗子啊！你伫边仔都无啥物代志，无你出来斗介绍者。我啥物无啥物代志。这阮主持，我主持人，我安尼会当谈遮济，你是咧？唔是啊，你脚开安尼无好看。不要紧啦，伊安尼坐嘛无好看。我是讲，因为你人较熟啊，你稍微了我介绍一下。我来甲加油者。好，你甲你算巧呢？然你家己一个人无好笑，我甲我叫起来。唔通两个人徛遐嘛无好笑。安尼。加油哈！叫出来，你在咧细细念。好啦，来啦，介绍。迄个店名，店名啊，加油哦！迄个威德，好威德啊，加油哦！你嘛是来骗钱的呀？什么叫做马戏？迄个文玩子啊！哦，文玩子啊，加油哦！拢无别句呢啊！顶管迄两个无迄种，made in 台湾的迄两个。就遐两个。哦，来啊！这会使讲是咱台湾演艺界未来的希望。真的。这顺哥咧讲哦，好佳咱是无共时代呢，无这个时阵就无号角响起啊。因两个斗了外慢呢，斗了就慢。一个吼，伊敢若出一个动作，另外一个就知影要创啥货啊。真的假？真的足厉害。你是讲安尼，我来鼓励一下。鼓励一下。真正个巴落诶！哎，安尼斗就慢哦。斗就慢。歹势，我无看清楚。你无看清楚？来，我跟你来斗看下。斗看下无？拄啊一人一边，无啦，你去。因老你一个出动作的吼，迄两个咱对袂着啦。安尼哦，唔那安尼哦。你若讲其中一个哦，今仔日伊是一个地基的位置，另外一个塔起就变101啊呢。咱对袂着啦。你讲一个做地基哦，一个做地基哦，另外一个安尼甲塔起哩。安尼哦，安尼变成101安尼。对。咱这相关这咱对袂着啦，这危险，这咱对袂着，这唔通啦。你互我来个一个好无？安尼哦，好。这里哦。这
这咱对袂着我多啦。你头壳一直转一直转呢，一直转，袂输，敢若小监督安尼一直转一直转啦。监督安尼一直转一直转。你是讲安尼哦？一直咧涂骹安尼一直转哦？哦，安尼哦？安尼一直转哦？你走嘛，你走，你走嘛，你走嘛。跳高。会来啊，紧走，会来啊，紧走，紧走啦！哎呦，哇，你是会晓转的咧？我刚才有被夹到。刚才拄则陈雷讲啦，无伊无要拔。我甲你讲，唔拿安尼啦。等，你会使莫搁讲啊无？哇，足忝的呢。好啊啦。我搁讲一个就好啊。刚才是要讲，因这组吼，哎，袂输吼，咱后壁海英安尼。哦，安那。啊，甲咱这头前的海英哦，一直杀去沙坡顶悬呢。你讲，因敢若海鹰，啊，伊咧伫咧涂骹的海鹰安尼，啊，连以后安尼一直杀，系啊，一直杀要杀去对，杀去沙坡，杀去沙坡顶咧，杀去沙坡顶你讲安尼斗气就去啊？后壁的海英。好啦，你哪会安尼啦？哎，我想飞呢哦。好啦，安尼我会唔甘啦。迄个Sandy啊，今日节目搁再结束呀。顺哥，那会当结束？自即马开始，这个节目就我一个人来主持就好啊！你讲好你安尼袂使我等有够久的，其实吼，我的台语真正有进步吼。即马讲起来，我嘛会当来来吹花啊。站的，你站着，好。哎，你哪会等啊？我一气开你安尼吼，较冷静的，较冷静的。我拄则搁想飞你来。你个成杯，你下下拢落去啊！我才知影你内底有穿这护膝的。哎，你敢安尼敢好？无啦，4、5年无表演。但是是安尼，嘿时代吼一站一站，较早因两个咧比赛，我咧做主持人。啊是即摆伊挂护膝喎，嘿，我骹拢开刀开好。顺哥，林刚嘿，无出来比嘛？你来。来比嘛？哎，拜托一下，你有大甲徛边啊无？我有大徛边啊，徛伊边啊无？我无大徛伊边啊，你在讲啥话啊？嘿，我徛到边啊诶。哎，徛歪啊，徛较歪才缘投。安尼哦，兄弟，咱偏出来互看，啥物有这来，演出来红看，你要怎？哎呦，哦，看一个马这靠有说比啦，这比一定这是输啦。要比啥？嘿啦，来，恁看了足悬，我知啦。哎呦，你即摆意思是讲，看恁的表演足快的对？我笑。等下就互恁烧起来。哎呦，好，表妹，哎呦，表妹搁甲你若讲安尼，要叫东北出来哦，一个东北，一个不诋毁哦。会先讲甲两位先辈致敬一下，就是俩恁以前表演的片段，咱来甲改编一下。哦，表演过阮的表演哦。哎呦，嘿，好。对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各位收看咱这个全民来浪讲，不是，是这个全民来开讲。我是今仔日的主持人胡涛，不是头发人洗身躯的头，就是灰机机啊，这个波涛汹涌的涛。是哩，咱来小解一个咱这个偷偷小台的主持人哦，Sandy。其实一开始的主持人不是 Sandy， 是招弟，但是因为招弟不去，Sandy 不来，所以今嘛就换咱这个 Sandy 啊。是哩，咱这个节目要开始进前呢，先来看一下广告。来，你若是透早起来靠地淡淡，头前闪了，后边个咸香菜，就是拜神的镜头啦。介绍你食这款号角牌金龟丸，咱号角牌金龟丸，10人食饱，10人食爽，有白底白无白连身体，食你强，食你勇，食你变叫，买爱面皮，这圆壳啊吼，内底有一个做烟道的人，伫遐啉红酒，迄就是咱号角牌金龟丸。谢张姐，咱这个金龟丸是买对买哈？全台湾各大通路，你若买会到，我随在你，多谢大家。哎呦，这组就有生意的，就有生意今仔日爱比赛，也准备做比赛的内容。家己的啊，这段都加出来。这段搁加出来，真正加出来。真正加出来。啊，你哪会搁徛伫遮？你是咧无？啊，咱爱来去坐咱的位啊。啊，对，来，咱参赛，咱你是平信啊，
啊，平信啊，我们平信。我前面好主持去，是哎，无啦，哎，我以为你家啦，我伫遮。嘿，你家啦，嘿啦，有请护sĩ的坐踮你家，无请護sĩ的坐伫遐。加請護士。好，安尼好，莫講耍笑啊，真正要來甲比落啊。好，咱兩位會使先等一坐，感謝，表演了真精彩。有夠好看哦，感謝感謝。咱今仔日這太緊張了，咱先來娛樂嘅，來有請咱的這個水姑娘啊來。這個阮的主題是捧出手路菜，好打做你來。放出手路菜，好打做你来。今仔日比赛规则是由主持人先抽出第一位选手，这位选手再来抽出伊家己的对手，两位对手轮流表演了后，由3位评审同时准赢牌，选出这回合的胜利者。这集要登台的选手，有影是一个比一个较厉害啦。首先有第一季的8个选手，双双、不知火、李周白、德明、金鳌花、韦德。义姐、东明，还佫有第2季的12位选手，单派别、Made in Taiwan、阿泰老师、金门阿凯、怡峰、好笑、花旭、大伯、伊舒达、岳新培、李成典、李文婉，到底是哪2位胜出来对决呢？精彩比赛马上开始！好，第2季的这个决赛要来啊吼，准决赛。好。第1位选手就是阿雄啊！阿雄啊，哎，哦，你有够无用阿雄啊！我就无用的，都是你啊！不是我啦，阿雄啊，你阿雄啊你！哎呦，真久无看！你丢呗！哎呦，你是第1个。啊，这届是上侪人在看的，啊，每一个人都有看，但是都无在看。我见我有头有尾，我顶回最后一个，今仔日第1个。哦，啊，今仔日嘛有人甲你来加油吼，拢坐伫遐。少年李丢白。好安尼，来，你来挑你的对手，家己挑，家己的对手家己挑。来哦。来哦。来。到底挑到啥物人？陈德明，哇，厝边的，你是你的厝边。来。阮头拄仔才互相加油尔，哎，才有风度，伊就坐我隔壁，透早来咪坐我隔壁。哎，若是这届佮带伊的吉他来，安尼就代志就大条啊。伊敢若佮有信心，我见伊有吉他，我有宝可梦球。哎呦，安尼欢迎咱第1位李周白阿雄啊，吹咧。来，多多指教。大家好，我是李周白。我甲恁讲，做一个李就亲像宝可梦训练师同款，拄到代志，逐工亲像拢咧抓宝可梦同款，都亲像抓小火龙、抓杰尼龟，还是讲替人去抓鸟鼠啦。哦哟，夭寿，这只感觉就是传说中的皮卡丘。哦，唔是啦，原来是皮康丘啦。哎呦，我甲恁讲。除了抓皮卡丘以外，我跟你讲，你若要抓这只啦吼，妙蛙种子吼，我跟你讲吼，这妙蛙种子吼，公部门内底吼一大堆啦。而且唔是因为色彩的关系哦，因为吼，你不管问伊啥物吼，伊拢回答同款的物件。就问我这个案件医生，种子，你看啦。就问到底偌济钱？经济，啊，讲台语唔是同款吗？吼，我来找科长就问一个，拜托啊，我这个医生到底偌济啦？操！你来甲我叫啦，什么啦？哦，唔是误会啊！妙蛙种子进化啦，妙蛙草啦！我来问局长就问一个吼，我这个案件到底是安怎？啊，无你即马是咧花啥啦？敢讲我进化的吼？对啦，妙蛙草变妙蛙花啦！啊是讲吼，除了公部门内底有这款的神奇宝贝以外，吼，公园内底佫少一奇怪的阿伯，迄叫做水系神奇宝贝，或者啥物？乌白棒啦！人讲好人若求救，歹人就唱秋。只有派出我的绝招，就决定是你啊！尖叫姐，草系神奇宝贝，暗时啊困袂去，吵死人。伫时啊摕夹刀夹来夹去哦。伊的绝招就是，卖给我介绍啊！尖叫姐，这里是你啊！尖叫哥，来拢来啊！是讲，我是红姐咧，红姐你去倒位啊？红姐，
李长伯啊，来拢来啊！王姐，你迈过来啊！你迈过来，你迈过来！感谢大家，我是李长伯。哇！无可能的代志已经发生啊！我感觉吼，恁比赛压力真正足大的呢吼。什么？虽然你啊足精彩，但是看到敢哪会感觉淡薄仔心酸安尼，唔知安尼心一直酸起来呢。你有好好无？有代志爱讲呢。王牌威德大战天团Made in台湾，上精彩，上唔甘，啥人会赢？评审袂晓选。阿泰老师，阿泰老师，阿泰老，好，哦 ，Made in 台湾，哦，签盟啦！我即摆咧看路要甲割换掉无？你有点感觉呢？你着啊无，你要甲威德讲啥？有代志爱讲呢。好啦，欢迎你的对手德明来。讲的抗议，在我看来，我无啥理。心内若抗议，心我嘛同款抗议。阮老母就问我讲，德明，你唱歌较会听起来拢遮尔啊悲情，是遮尔啊艰苦。我就甲阮老母讲，我若是无安尼唱歌，去互厝边听到，我就会更加艰苦啊。我希望讲哦，各位朋友，假日时仔的时阵，落去咱出外口行行的，看你要运动，哦去约会去佚佗，甲厝的人培养感情，爱对我的心理健康会较好。因为安尼，我就咱厝里大声唱歌，呀！其实哦，最近心情遮尔啊稀微，阁有另外一个原因，因为阮兜的猫啊，拄则较旺盛去啊。所以讲咧，阮今年过一冬以后，已经准备好势啊，阁饲第二只细只猫啊。细只猫啊吼，胃口无讲介大，所以讲一介罐头干那食一半。为着解决这个问题，我决定要饲第二只。啊！这饲了细只猫以后咧，吼，伊足古锥，但是伊表现的讲伊好意的方式，就是一直嘎，安尼嘎，但是要表达讲，人讲饲这只猫这尔痛苦，到底是欢喜还是悲伤咧？我用记答来表现给大家听，这就是我的答案，无话通讲。感谢大家我的对面，多谢大家。有当时啊，这个比赛吼，这个抽考的运气足重要啊。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哪安尼？所以什么人开较好呀？啊，唔是啊，因为第一个表演，伊安尼哇，到尾个，足安静的。人的热情活泼，这尔骨力，这尔拍拼。你阁有时间甲人学了？你爱想一个，你爱想办法啦！即马要投票啊，伊要决定你爱留落来，还是要淘汰啊？是毋是？你要阁甲人学足热情啊？无，这是咱的风度，而且讲我拄则已经尽力啊。你有风度的人是赢的，迄个人有风度就好啦。但是到底像赢像输，真明显吼。真明显。咱阿雄啊，第一个表演伊是第1号。好，1号，第1号。德明啊是第2号，到底咱评审也导向来，请投票。1号。恭喜少年李长伯阿雄啊！阿雄啊！其实我拄则看阿雄啊，伊第一个表演吼，我感觉伊甲规个表演创甲足热烈的吼，啊非常的激动。但是我感觉伊淡薄仔伤出力啦吼，啊看到家己安尼，我嘛感觉足紧张的，还较尔遮尔出力安尼。但是呢，即马甲转变到2号得名时阵，佮小轻松啊吼。其实咱注意咧看咱现场的反应。其实咱得名的咧表演的时阵吼，大家真正足认真咧听伊咧唱啥物物件。无唔对。啊，现场伊差不多演差不多2分58秒，啊，现场拢算讲较安静小可安尼。所以咱就甲即个票投咱阿雄啊，伊有非常的热烈李长伯即个表演安尼。头前你要唱歌，你的价字一定要足清楚。
你若讲到阮大家听无，阮就认真，认真。你第3句阮就听袂清楚啊。好，这是你今仔日这个先讲为头一句开始，迄个我就咧问讲，这句是啥物啊？啊，因为你拢有借物件咧做一样代志，你若拄到一个较贤讲的一个人讲2句，你2个拢输去，所以运气真重要。后壁要注意，第一，阮先看你讲你的笑点有强无；第二，你的时间有抓了拄啊好无；第三，你的态度，你的迄个把你练规矩，你的表演感觉安怎？所以拢真严格，吼，不诋毁。我看你真正尻川倒火啊你！加辛苦啊啦！好，就是安尼，好，恭喜阿雄啊！哦，所以咱第一组的参赛者过关的，就是咱的阿雄啊！请坐。啊，咱有请咱德明啊，去咱的观众区遐坐吼，德明感谢，谢谢，辛苦啊！来继续来抽签，好，我来抽者。好，中嘞。倒一位选手咧？威德，哎呦，威德来啊！今仔日敢袂？你的主题阁是恁某吧？哦，啊，你一个月你坐咧下骹遐看，你有啥物心得？哦，我感觉这届吼，第二季吹来的选手吼，大家一个比一个更较猛。嘿，是，所以我就加分迄个卫生纸互伊。分卫生纸干啥？为什么？因为我食因输我的时阵会哭。哎呦，安尼较有义气啊！恁两个无参加到阮外景的那个海选啊，是，伊不管是拢咧分卫生纸。但是顶届伊有讲伊足惊迄个阿泰老师，是安那咧？伊坐伫遐看起来人阁袂歹啊，足好斗阵的啊伊。做有能力的呢，伊阁是教授，啊教学生，啊阁做到练喙花，啊阁私底下吼，伊甲我讲，啊伊要来上节目啦，结果煞看到伊来就煞，佮一直过关。哦，这个就叫做善名得贵。啊，伊过关阁轻轻松松，啊，你会惊讲抽到伊啦？小可啊，好啦，啊，你都徛有啥话要甲讲了无？迄个老师好。你煞丢气？无啦，嘛是要讲尊重。安尼吼，你可能等下就抽到伊。安尼我希望你会抽到伊来来哦。阿泰老师，阿泰老师，阿泰老，好，哇，这敢会当比 Made in Taiwan， 哦，大家拢徛起来，大家拢甲你拍婆啊啦，啊，硬斗的签盟啦，来，一个要比2个那哎呦，这要安怎比？我即摆咧考虑要甲个换掉无。你即摆咧想讲抽到阿泰老师搁较好？对，哎，哇，袂赴啊，安那对威德感觉安那？威掉，威掉像啊，有像啊，喂，哦，威掉，感觉较尊重诶，拍势，威掉。啊无，你要甲伟德讲啥咧？哇，足尴尬的，足尴尬的。互相加油，输赢无重要，我要欢喜才重要，好不好？迄个表小妹，你这若咧印度，你就用来关，无人用倒手咧压手的。嘿，倒手是卫生纸啊。是的，因为这边拢在分卫生纸，伟德有家己的卫生纸啊。威德，今摆吼。差不多准备好势啊吧，拄则有想好啊吼，新的歌有无？新的歌有，新的歌，马上伊即摆要用新的歌，我拄则看伊表情。好，啊你马上来欢迎咱的威德，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威德，我即马是一个台语的推广者。为什么我要推广台语？有一届我去高雄的林雅国中去做交流，我问台下的学生，啊，恁国中名要安怎讲？遐个国中生竟然甲我讲，恁娘国中。我讲，即摆台语读比甲安尼啊，我足烦恼的啊，所以我决心要来推广台语，佮来分享一个故事哦。我拢有咧做志工，过年之前我会帮孤身的老人去摒扫厝。这会晓讲台语，甲袂晓讲台语啊，差足济啊！迄袂晓讲台语的志工啊，咧甲阿嬷开讲，讲，阿嬷甲讲，阮囝已经走啊。少年志工甲讲，啊，恁囝是走去佗？我
我听我做哪个的啊？我随跳出来，要甲画地牵走啊！我讲阿嬷，你才有一个狗人啊，你是个狗的。阿嬷嘛走啊！少年之间佮跳出来，啊，因两个是去走蛇肉哦。各位啊，迄阿嬷拢雄雄拢跑出来啊！我讲阿嬷你莫哭啊，阿嬷，好啊，啊无你甲狗人啊搬去3楼，迄少年之间一个摸起来，讲阿嬷，啊迄楼梯伫对啊，你先走互我看啊。阿嬷讲走你的头啦，错路啦。啊，咧行楼梯的时阵，就知影伊的脚头无好，阮就决定要包一个红包，互伊去买保养品。迄少年之间就讲。阿嬷，这互你去食药啦，唔免买食你家己食，唔是啦，阿嬷你莫客气啦，这药啊吼食落走甲飞咧。少年的，你讲话就好好，你他看起来讲话遮走精啊。我讲阿嬷唔是啦，阮包1点仔钱尔，买无介侪保养品啊，你袂食介久啊。阿嬷讲。你若搁安尼，我就互你看囡仔今晚要走马灯。各位，所以安尼甲台语一点一滴的刻转来，甲台语慢慢啊讲就好。啊无，俺着摒扫一间阿嬷，啊着老死摒扫一间厝，啊着老死一个阿嬷，安尼对阿嬷毋是伤讨债。所以最后大家，我若俺甲台语讲转来，恁讲好唔好？谢谢大家，我是伟德。哦，水，总算过关啦！袂歹，有稳定哦。拄则要比赛之前，搁先去放尿一个。足恐怖的，无伊差1点仔放伫遐。真的，我看你本来比赛迄个歌毋是这对吧？你本来真正是要讲因某的代志。是。竟然你抽到 Made in Taiwan， 是现场改过。现场改。哎呦，是安怎？感觉袂过，原来迄个袂过。因为我惊输啦！但是你拄则安尼表演煞，你感觉拄则家己表演安那？我感觉交代会过，我做就像顺哥天生，要拼就拼一个较大的。水，哦，有志气。拼一个大的啦，有啦，有成功啊！哎，安尼煞，你的对手要来哦。帮我欢迎，祝福你啊！帮我欢迎，帮我欢迎。拜拜。喂，你靠红刀嘞，靠红刀，我都还没赢，对来红刀啦。好啦，对啦，唔对。欢迎赢的人才有风刀嘛。欢迎伟德的对手 ，Made in Taiwan。来喽！哎，大家好，我是表妹。大家好，我是胡迪，我是 Made in Taiwan。大家好。哎呀，最近吼，我有一个烦恼哦。对，过一站嘛吼，我去阮女朋友遐讲亲情啦。哦。但这个工课咧，我就无讲介了解。我甲你讲，这讲亲情我算不哩啊了解。哦，你不哩啊了解。我甲你小解一下。麻烦。首先哦，咱这双方面的人哦，一定要经一间啊，会使好好食饭开讲的一个餐厅。啊。我个人推荐这个麦当劳。不爱麦当劳。无 Starbucks， 嘛不爱 Starbucks， 我唔是要招保险，我招伫遐创啥？无啦，你招迄种就是服务较好的，气氛较好的。你要服务好的就对了。安尼我个人非常推荐这个鲁普咖啡店。我要爱唔是种服务呢。嗨，主人，你等来啊呢？啊，要怎开始啊？这是你的餐点。啊。简单一个食饭之前，爱先念一段咒语，把这个物件变好好食。啊，你念。是喏，安那讲啊对啊，阮啊有啊教。你这看蒙伊啊！我来讲亲情，你伫边看蒙要创啥？把物件变好食啊！你莫去用这声音讲话啊啦，都杂的啦。无啦。这个餐厅我家己烦恼啦，过来咧，有啥物款的美角？所来这美角真重要，就是咱南方这边吼，这礼数一定要甲传好嚼，爱传好嚼。礼物爱经好吉条，好吉条。就比如讲咱这个糕饼啊，佮有糖啊，有无？好好好，食好甜甜，翁仔某共心出头天。哦，安尼听就水啊。还佮有这个水果，食果子后世人唔免洗药子。身体健康啊。所来上重要，这个罐头塔，啉饮料加。喂，我这罐头塔唔是伫这个时阵送的哦。无啦，万不因兜的人总爱啉凉的啊。你嘛咧好笑，爱啉凉的，我着迄摸规箱的过就好啊。你规箱的无够力啦，你爱送去规台看起来较大班。因兜死人呢啦。警官叫才叫恁主人牌的名。我会去互因老爸拍死啦。
无啦，迄毋是重点啦。我重点是讲，我足紧张的，我唔知影要安怎甲阮丈人爸讲话。这你免紧张，你规个人放互轻松，放互冷就好啊。我放互冷。我做一摆互你看。哦，这个，你敢会冷过头？这个，唔免遐冷啦。我规个人虚心难回来啦。这个，敢会使甲恁查某囝？莫搁乱啊啦，调好势啦。我若这型的人，哪会放心甲祖囝交互我？较会袂放心咧。你甲你的生意添出来，我看伊就放心啊。什么生意？这个。我这半价你有看过无啊？我当时请你啊，阮兜的半价地你有看过无我甲半价地请，这要创啥？半价无够，才阁有半价，两边斗起来斗一价有够无啊？你莫搁讲啊！一价地有够无啊？我无。无够才阁有2分，我才请2分。你莫搁算啊啦，什么2分啊？你足奇怪呢！我若大概咧问你正经的，你就一直伫遐543。543，我教你遐侪正经的物件，你讲我543？正经的物件？哈？少啊，少啊，这个效果嘿。好啦好啦，莫生气啦，我等下带你来食物件啦。食啥？卤泡咖啡店啊？食晒啦。我食大家。这大家看来，感觉真歹选哦，像赢像输，真歹讲。上古锥的勇气，对着上老长的阿送，现场的花油阿味实在有够重。上有气的对付咱上老长的，哎呦！因为那个布迪会 JJ 就厉害，我叫你 JJ 说，你等下尽量爱袂记你的改厝。然后个修照的。紧来，你嘛会使让伊先走啦。哎呀，伤你伤到家。哎呦喂啊！像赢像输，真歹讲。我问一下好啊，这两组你斗，你要斗一下？我一点，因为我甲伊足好。啥物啦？那才无帮公平。有安尼算的就对啦。嘛无讲啥物好话。两位安尼表演话，你感觉家己的表演安怎？我会过关啦，我讲阮家己会过关，你家己心内会过关。阮家己心内会过关。哦啊，你若甲伊比，你敢会过关无？歹比，歹讲，歹比。好，来歹比来比看。1号是咱的威德，2号是咱的 Made in 台湾平信，他投票。厉害，拢总是投互阮的 Made in 台湾，是安那啦3票拢是 Made in 台湾的吼，安尼就尴尬。但是我看现场的气氛，敢若是1号威德较好淡薄啊。系啊，哦，足奇怪。来，这有解说。好，顺讲。比如讲，因为威德当然今仔日呢，你若甲阿翔调工组，你就免遮紧张啊。人阿哥伫咧，已经过关，已经过关啦。系啦，迄过关啦。所以呢，运气呢是比赛过程当中的一个重点。我是感觉讲，因为吼，你去改剧本无要紧吼，脚本无要紧，但你咧悲情的面吼，并无。你若看报出哦，你就知你一个出来，迄个面啊，准备着要领书，迄个领零喎。但是呢，你咧讲。你的趣味点就是为文字内底爱去发现迄个笑点，吼，迄是一种公式。我是讲，因为今仔日和 MIT 的这个上大重点是讲，伊即摆咧讲迄个故事是非常的完整，有画面，有角色，所以你真清楚进入到伊敢若一个电影的过程当中，毋是讲我今日听你讲，你喺度摇白菜，迄句原来会使讲做安尼，迄句原来会使讲做安尼，迄个精彩度是相当有一个程度上的无共，所以今日我甲这个后尾。选到 MIT， 这是我的理由。我感觉讲伟德讲的是真好的台语笑话，然后Made in台湾讲的是真好的台语的故事，两个笑点拢真强，两个笑点拢强的时阵，我就会看讲倒一边有出唔对，唔对的所在就是伟德，你有两个所在讲唔对，那是 ending 的部分，你讲拼杀一间厝啊，就了一个阿嬷这边讲唔对，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你这个人哪会应该是讲生了好好，哪会讲话安尼？你是讲话好好，你讲话哪会安尼？拼扫一间阿嬷，就老死拼扫一间厝，就老死一个阿嬷。少年的，你讲话就好好，你他看起来讲话遮糟精啊！两个拢是真强，所以讲我就看讲倒一边有出唔对，真歹势，威德有出唔对两个所在，所以讲我分数好，Made in台湾歹势。小弟呢，
我有一个角度看到，咱文文只系咧流唱歌。因为我就想要变数的，真紧张啦！我规拢紧张起来，不然感觉还好。买啦，我们姐，姐啊，即摆唔通变数。因为吼，拄只迄个伟霆就是变数，即摆较输气。啊，这个是行论的行论。其实我感觉我足欣赏伟霆伊一个人哦，非常稳定的表演。嘿嘿，但是就像顺个讲的吼，啊，当时啊这个面唱吼，啊，过落较轻松的安尼。啊，认为真正非常的精彩。但是我想要甲恁分享一句话吼，这句话是阮的老头家甲阮讲过的一句话。恁的表演啊放互轻松，节奏爱放互慢。三句话插一句话，就是讲会使互恁的物件更加自然，袂遐尔啊制式安尼一直行落去，恁会愈来愈自然安尼。这是阮头家甲我讲的一句话。而且我嘛相信讲吼，恁两个人的分数一定是真活，就是一个是97分、98分，啊，亲像阿翔啊就是67分安尼，所以讲唔是。喂，讲出来呀出来，而且我家就好，对，唔通搁讲对面的分。所以讲我感觉真正伟霆，真正系互伊一个破声鼓励者，非常精彩。就稳定的，对，做稳定的啦，哎，所以咱这组呢优胜者就是咱的 Made in Taiwan，胜利啦！过关啊！当然啦，是无讲介好过啦，因为抽签的时阵抽到 Made in Taiwan， 我心内哦，我就想讲，好，这要拼一个较大度的，会袂过关。所以我就伫遐咧求助，人尾啊，足侪朋友甲我讲，哦，你的迄个面手伫迄个电视顶吼，看起来好，有够衰。我讲毋是衰，是足衰小。所以我临时决定讲要甲上好的本摕出来做比赛，这是对手一种尊重。但是嘛是落赛。淡薄唔甘对无？心情就奇怪的。但是迄是因咧功课。嘿啦，但是因头上有留落来，我就就欢喜啊。我来看。来哦。倒一个。不诋毁，回来啊！哎呦，回来啊啦！卖照，回来，卖照啦！哎呦，卖照，你个卖照，我的卖照会来啊！我今仔日穿安尼哦，会心疼咩？哇！干嘛色？哦，干嘛色呢？吼！飘啦，飘起去啊！对。啊，拄只 Made in Taiwan 去用抽走，你心内感觉？哎呀，我就唔甘的呢，一烫衫的，为我烫衫呢，哦，无伊咧换麦感动。伊麦克去摕掉咧，你要换目镜无？好来，抽你的对手来。抽我的对手。你要倒一个？我就想要看。拉一个，甲喷丸子啊！哎，就好看，就好看。字啊，对字啊。哦，讲一排的，讲一排，第二排的哦。哦，什么我讲？3个2个哦。查某的哦。查某的。查某的。安尼，我来啊。好。恭喜，你选到的是单派表。单派表刷屏的达拉。吼吼，哎呦。上有气的对付咱上老张的。哎呦，哎呦，叫抽出来感觉啦。伊大汉，你即马有化妆啊，有水水啊。顶一道嘛有诶。啊，那拍谁？每一道拢有。拢有呢。每一道。哦，安尼有画个较好啊。嘿，对。顶一季会讲伊足紧张的，即届要甲不敌会比赛呢。会紧张啊，因为那个不敌会。姐姐足厉害的，我叫你姐姐，所以你等下尽量爱袂记你的台词。欢喜一个，就酷啦，叫她姐姐啊，姐姐。好啦。啊，人讲会来啊，要走啊，无你先比啦，你先讲。我先讲，嘿啊，看伊要走无安尼。安尼吼，上好个小走去。要紧啦，你嘛会使让伊先走啦。哎呀，送你送到家。哎呦，哎呦喂啊！来欢迎不诋毁。大家好，我是不诋毁灰鸡鸡。少年的，拿起你的双手，对我比，我的 MC 哇！哎，真侪人拢问我，是安怎我每一遍出来都爱比这个 YMCA 咧，啊，就
我 MC 咧，钱都送我摕无啊 ？MC 拿出来，出来！我是全国年纪上大的连嘴会演员啦。啥拢我来讲者，因为我惊恁遮的第二季新的观众朋友恁无熟悉我啦，恁可能会看袂出来啦。哈？什么？看得出来？真明显咯！什么无可能啊？恁竟然看得出来？我今年要30哦！算恁目神好啦！嘿。会让我自从参加这《脱脱秀台语》这节目了吼，感恩大家甲我牵成啦，感恩感恩。我嘛红啊呢，我红啊抓袂掉呢。我迄天伫迄落吼，竟然互人偷翕呢！哇！人生第一届有咧死，佫甲我偷签名咧！真的啦，你看，红顶倒啊3000。不过我嘛是淡薄仔有知名度啦。老人伊请我去表演呢，我就甲演落去啊。我惊啥物，对无？我就甲讲，嘿，我逐工起床吼，毋是互闹钟仔叫起来，是互我膀胱叫起来，一暝5改。通常少年人听遮，我笑甲变过，老人拢毋笑呢。原来伊拢去放尿啊。总算有一个老人有反应，就来甲我讲，一暝5改有啥物了不起？我一暝7改啦！无怪恁这少年人拢讨厌老人啦，死爱民主啦，是毋是？啥物都爱比啦，放尿几改也爱比哦，欠教死啦！我就甲讲7改呢，恁做嘛我，拖你拖起赛，放尿兼放赛啦，喙孔喙叉喙头啦，胸口杂啦，四肢无力啦，哭都袂起，哭都袂起，满天全金条，要差是无抹掉啦，连高木人我都抓袂掉啦，你咧？哎呦！我赢啦，不过嫌往生气，不过我上讨厌一种老人，你知是倒一种老人吗？高话。搞屎搞尿，老扣扣，佮穿甲晓叽叽，红顶佮甲倒完啦！你看啥？毋是我，让我今年才30诶！多谢大家，我不诋毁，多谢。哎呦呀！你也是很强哦！你看我的明星，你看我的明星，会来啊！哇，你看者，你看者，哇！我足久无听到阮的评审笑甲有声，但是大家咧笑的时，现场敢若有一个人咧变面，山猪妹当面。今嘛好好来欣赏山猪妹3分钟。来，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单派的山猪妹。我最近啊，定定拢会伫咧公车站遐拄到一阵阿公阿嬷，我就咧想讲，透早9点，因到底是要去倒位？后来才知影哦，因4点就去爬山啦。只是年岁有啊，动作较慢，所以才爬到即嘛。无偌久，迄公车就来啊！我就想讲，爱甲提醒讲，爱细力哦，豆豆仔行。结果哦，因走哪飞呢？我还咧比卡的时阵，因已经伫咧破爱桌面顶坐好好，开始要假困。假使讲咱若是甲破爱桌放伫咧山顶，因爬山的速度可能会比高铁搁较紧哦。từ迄天啊，我就开始观察是大人，像阮阿嬷，而且阮阿嬷上厉害的就是啊，伊会当一喙就甲鼓仔踢落，拢毋免配茶哦。我就想讲，安尼敢袂去夹着吗？我就试看卖啊，结果我嘛踢落，哇，规条脑后踢车，差只也看到阮阿祖咧甲我握手咧，我紧配一喙茶，才甲我的命吞断啊。 才知影讲吼，阮阿嬷无爱配茶的原因是因为菇仔加茶会变成面茶，对个拢糊糊足太高的。从迄天开始，我就相信阮阿嬷的话，信甲食菇仔的。啊，信大人啊，毋是恁爱笑啊，害我惊一个。是大人，阁有一个足奇怪的代志，就是因算年岁拢爱算虚的啊。像阮阿嬷68岁，爱拢讲伊69。
啊，拄落到就歹结条嘛，所以就讲伊家己70岁。那会遐麻烦？你别讲你68岁就好啊，敢讲你摕68块要共买70块的便当，人敢要买你？无可能嘛！即马哪有70块的便当会当买？多谢大家。讲啥？哇塞！最后这个哦厉害呢哦！你讲啥？来姐啊，来来。你讲有46秒呢？你讲有46秒？你讲都有的表演拢表演耍吗？差不多啊。哦，这是真晓摆，因为伊伫火姐姐的面头前讲，伊阁有时间。无，因为我甲我的时间让互伊啦，因为头都无够。我较欠啦，有气的，甲老张的啦，到底要投阿姊啊，还是要投妹妹？评审请投票。一盒，过来呀！恭喜火姐姐过关。全面胜利，大家拢投互姊啊！哇，是安怎讲阿雄？那姊啊，伊的这个本非常的精彩吼，大家拢非常的投入，大家拢啊笑嗨嗨啦。而且呢，伊咧讲的时阵吼，该慢的时阵伊会放慢哦，该停的时候会停哦。这个节奏真正是做了足赞的，啊，搁好笑。所以大家我相信这个票一定是非常悬的。但是咧山弟妹，我嘛感觉嘛真佩服你啊，因为你才差不多25岁左右尔。已经，你加一岁啦，你加加一岁呢，你加加一岁呢，你讲40以后你就袂安尼讲啊，你讲迄30就比起来吼，你种有气的哦，你种有气的，你够啦，是，当然你过程当中。顺个只笑一个了，伊会甲你对话哦。所以我想讲，你是不是会当发展出什么物件来？但是无顺哥甲你拍摄了，就已经煞呢。哦，较可惜。因为迄个毋是我的笑点，结果你笑的我感觉怪怪。我嘛感觉怪怪。你这句我有一句我听无啥，有你讲什么性格食格啊？性格食格这我爱解说一下，这都要起码差不多50岁以上的，才知讲迄句是什么意思。捌听过，迄书底下甲你讲嘿。迄袂使讲哦，迄袂使讲诶，应该是去用罚钱的物件，无彩啊。但是若是听我爱会当讲，就是足好笑嘛。对。安尼，这个吼山弟妹吼，你就是哦，你虽然讲你为头前哦，知影讲吼，咱的火姊姊吼已经真厉害，迄个功力拢拍落来。所以你小可有紧张，虽然你头前慢慢，但我伫咧等待讲，你若讲得真好，我反正互你一票，要互你，因为火姊姊伤过紧张，一定好笑。但是后壁迄个紧张，叽铃咣咣哦，镜头走来走去，迄倒步足歹掠的呢。迄一个人伫遐刷来刷去。你无替我想，爱替导播想一下，吼，好少戏呢。所以讲吼，不要紧，你搁等去慢慢啊写，这吼20万无拼着，反正外口赚较济嘛无一定。即摆拢咧接通告啊呢，对啊，后一几个来啦。我感觉山弟妹啊，迄态度是现场所有人可能无你安尼遮尔轻松伫咧讲练吹花，这真是的。我愿意听你讲1点钟的练吹花，火姊啊吼，若是讲1点钟、半点钟，伊就会往生去啊，所以讲。伊足健康诶。不是我讲真，伊这个困难吼，伊这3分钟，大家拢笑得真欢喜。要毋过做1点钟，大家听会真忝。所以讲比赛的时阵，火姐会赢；要毋过卖票的时阵，你会赢。哦，我真正把讲，你有希望。哎呦，安尼就是你要去报名，你唔通报马拉松。哦，火姊姊啊，伊这给他报100米的，加油加油！所以最后恭喜咱的火姊啊！兄弟们嘛，感谢你吼。其实我第2季的想要转来参加，就是因为讲想要甲家己的台语讲甲更较好，来遮学甲大家学习台语。我感觉我的台语若真正有变好，是真正有较好笑，是人真正有变水安尼，我的感觉就好啊，就毋免讲一定爱比着冠军，因为我也无要去模领句啊，就毋免摕到20万啊。但是若有第1名要20万要分，我嘛是甲讲多谢。咱第1阶段总共6组的参赛者，今仔日过关的有咱的李长伯阿翔啊，阿翔啊，恭喜哦！Made in Taiwan，是安怎这样呢哈？你坐咧中中啊啦！哦，不机会过关啊，恭喜！后礼拜我你老加油哦！
咱后礼拜再相会，感谢主播，加油！